痛症可斷尾，人生滿朝氣。搬嘢唔小心會拉傷條腰，呢個問題咧好多家庭主婦咧可能都會遇過㗎啦。咁一個簡單嘅家居搬嘢嘅動作，用錯咗力嘅話，不知不覺就會搞到腰肌勞損，拉傷咗條腰咧，隨時仲要去揾痛症中心幫你做治療啦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功能退化修復嘅張醫師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搬寵物嘅3秒黃金法則，尤其是對啲比較少做粗重嘢嘅女士們啦，或者係老人家咧，就請留意啦。呢個距離咧太遠啦，所以咧發力個力點咧距離開個支點太遠嘅時候咧，就會損傷關節。第二個法則咧就係我哋踎低嘅時候，唔好用呢個姿勢踎低。你踎低嘅時候，呢條腰係會係啦，咁就係非常之正確嘅，最唔傷腰嘅一個姿勢。呢度一定要保持正直。第3個法則咧就係手踭一定要貼身體，然之後咧就係用膝頭同埋 pat pat， 好你試下起。嗱咁樣咧就保護得相當完美啦。記住口訣：腳分開。腰要直，收肚腩，用腳撐。千祈唔好覺得頭先嗰個黃金3秒係小題大做啊！因為我做咗咁多年，我經歷咗咁多退化性嘅痛症咧，唔係一定個個都有意外扭傷嘅，但係90% 以上嘅傷痛個案咧，都係喺日常嘅生活嘅細節當中做錯咗，久而久之形成嘅。千祈唔好忽略咗呢啲日常嘅細節，就係呢啲日常嘅小細節做錯咗，最後形成去到中老年嘅時候一個不能逆轉嘅傷患。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啦，你收到冇？